搞咩啊？咁耐都未到嘅？司機唔該，盒帶啊！有誰救我不幸？銀包咧？地雷陣覓熱吻，然而對你我無法太疏漏咗喺上邊，我銀包漏咗上邊。唔該，司機。咦，咁熟口面嘅？咦，Maggie？Toby？搞咩啊佢？咁難聽仲彈？黐線㗎，搞唔掂大佬。做咩啊？你拍嗰度。喂，水嚟啦，一人一支，嚟你嘅。唉，好清涼嘅感覺。你都係冇變過。搞咩啊？頑強性格帶來更重災禍，熱情未被承認，但仍舊自命有團。其實我係 CM6 嚟嘅。好慘啊！只想找一個伴，但崩壞的命盤，樣樣亦太一般。你又插入咗我隻眼。無一難可自滿，全心厚待你，仍然功倍但事半，就是耐性最好的，亦嫌我悶，一起都給背叛，夢想越想越悲觀，誰曾如獲至寶，千金也不換，明明並不圓滿，然而若小塵滿，怎麼咁談判？咁都唔識？唔識就唔識㗎啦。咁多年冇見，飲翻杯咯。買啲嘢食上去先。一份。其實咧，我憎嘅嘢啊。越找越不樂觀，但現在已不管。嚇？咩話？情願調整自我觀，茶杯未滿，仍裝着大半，盡力做我這手牌。若無法換，一生都你做咩整喊 Toby 啊？你明知道佢中意你㗎。中意就唔中意㗎啦。好啊。Cut！黐線㗎你，有份唔諗得㗎。點整啊？今年錯了大半，明年或者圓滿，終生都我已經有中意嘅人啦。安心等，誰接管？